化灭绝种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突厥斯坦的中国当局要求穆斯林维吾尔人改变他们家的内部。根据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在和田地区，中国当局试图破坏维吾尔族人民的民族价值观。当局要求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家中所有属于伊斯兰和土耳其文化东西改为让人想起中国文化文明的物品。据报道，客房内只允许有一张桌子，除了床以外，没有任何物品可以放入卧室。必须改变民族文化的刺绣和图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判死刑。科技通讯巨头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尚未结局之际，中国法院以走私毒品罪改判加拿大男子死刑，引发中加两国新一轮外交争议。大连中院星期一重审判处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他们对此表示深切关注，并将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联系。中国外交部回应华为前员工在波兰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的记者会上回应华为前员工在波兰被捕。他说：“我们敦促有关各方放弃对涉及华为的中国公司的不正当谣言和不合逻辑的压迫，并为双方公司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创造一个公平和良好的环境。”特朗普和埃尔多安通电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就叙利亚局势再通电话。据土耳其总统府声明，埃尔多安与特朗普在电话中，他们讨论了叙利亚的最新情况，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对特朗普做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表示满意的埃尔多安提醒道，在此框架内，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国已准备好向美国提供各种支持。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2.4亿美元贷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为乌兹别克斯坦塔里马尔江热电厂的燃气轮机建设提供2.4亿美元的贷款。除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外，乌兹别克斯坦重建和发展基金的自由资源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将用于该项目。到目前为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为乌兹别克斯坦实施的70个项目提供了13亿欧元。